后来学生很热，嘛开始找做线工趁学费。随着疫情了后，各行各业拢真欠工，所以台中市劳工局特别配合着民间的企业，提供予学生800个做线工的机会。 热热要到，真侪少年仔除了规划出去耍，嘛准备要来找临时工趁学费。今年虽疫情解封，各行各业的景气嘛慢慢啊变好，真侪服务业嘛出现大欠工。我们一共邀了9家的这些企业，那提供了有将近300个工读的机会，那这是暑假期间专门为我们青年朋友们提供的工读机会。市府开公部门的课，以特殊身份的学生为优先。 为着让别的学生买当找到线工，特别和真侪有名的连锁业者合作。它是比较属于服务类型的工作，不是出众的，也不是像在一般的这个比较出众或是风险比较高的。今年的民间企业预计开800个职缺，全部拢符合法规，有劳健保的保障，让青年囡仔伫咧休热会当安心找头路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